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智慧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频3冠农上主青，为了回馈社区，带领台南在地学生来认识媒体、亲近媒体。每一档拢会举办主播夏令营活动。今年第1场特别甲东区大同国小合作，为点映的技巧、新闻节报到实地采访演练。拢充分展现学生对媒体跨领域学习的成果。由中嘉宽频3冠农相主青举办的主播夏令营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也每年用心的规划实用课程，嘛得到学校的学生甲家长的认同。今年第1场更加甲东区的大同国小来合作，有的学校的老师甲主任带领1到6年级40位的小朋友参加。有着中嘉宽频3冠农相主青的总经理陈建春，加大同国小的校长李淑珍共同主持开幕式，勉励小朋友跨界学习。2天的课程，当然非常的荣幸，这边有机会可以跟大同国小的这个老师们这边来合作，共同来提供我们的学生有这样子的课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同仁们可以了解说，现在的学生们，尤其是年纪小的小朋友们，可以提供我们有一些新的怎么样对我们媒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那坦白讲，这边我已经之前就有耳闻说，大同国小其实对这个推广这个主播的这个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
成绩，非常好的成绩。那所以也很荣幸说，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让公司这边来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呢，我们中家让我们有大同国小、东区大同国小这个机会呢，能够利用暑假的时间，有2天可以来体验我们的小小主播摄影棚的一个体验营的一个活动。那另外呢，也谢谢我们利用暑假呢，我们摄影棚，我们的中家能够让我们运用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就是不管是技术啊，还是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做不一样的体验。非常感谢那东区大同国小在这边，非常感谢有我们好的讲师，有我们摄影大哥呢，还有我们一些我们大哥哥都一起来做协助。2天的课程对摄影开始，邀请列举和摄影老师郭聪南，教导小朋友无共翕相的视野，对光线的控制、角度的照位到视觉的翻转，并且带小朋友到户外实际操作，现学现做。早上的那个摄影让我学到说要怎么去拉曝光，然后什么就是拍照的一些技巧。接续还有新闻节目的讲解，以及小小记者的采访演练，由着3冠龙双主青联合节目中心的护理甲主播和小朋友来上课，面对面教导小朋友如何采访，并且接受小朋友的访问。像摄影机录在这里的话，你就是这个麦要对准这里，但是你也不能拿太高或者是拿太低，对，就是拿这个方向这样子。好，那你再重复一次。走在主播这条路上，会不会觉得很艰辛？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啊，都有它艰辛的一面，但是也有它快乐的一面。你为了当上主播付出了多少努力？我想就是基本的训练一定要的。对，那像一般我们在咬字啊，或者是说我们训练自己的表情动作，然后我觉得就是自己身为记者，然后要去做实地的采访。那采访过之后，你把你自己的经验可以融入，让你的主播播得更好。所以其实这是慢慢累积起来的，不是说一天就可以造成。因为大同国小这间核选参加的小小主播营的学生，拢是伫学校对着阅读充满热爱的自由学生。一方面爱看册，另外对着摄影、采访、加做主播嘛真有兴趣。因为阅读之优，然后平时也很喜欢看书，对主播这项行业也很有兴趣，所以想来参加看看。因为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学习到如何当主播。那你觉得当主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口条好。第一天的课程，伫个最后各组的成果分享，不管是高年级或者是1、2年级，每一组表现拢真有成就。希望透过双方的合作，提供小朋友一个跨界学习的能力甲机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推动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年当中上界容易落大雨的时期已经来临，市长黄伟哲10号上午特别视察六地寮排水整治工程。市长知影目前已经发包的4标工程，施工的进度拢有超前以后，除了表达肯定，嘛表示未来将持续向中央争取经费，继续治水建设，避免淹水的情形搁再发生。六地寮排水是台南市区主要排水系统之一，流经安南区甲安定区。每一摆拄着风台也是落大雨，就会淹水。为着解决问题，市府水利局将中下区道分为6个治理工程表，加速整体改善时程。最近因应船期的来到，今仔日上午，台南市长黄伟哲来到安定区六地寮排水治理工程视察，并听取台南市水利局简报。一直从我们的这个无名桥，一直到我们的下游到那个我们的盐水溪排水，整个整治的长度大概已经有到5.7公里长度了那目前呢，我想我们各分标工程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包含的我们的沙仑桥跟和顺北桥段那目前也洽请公务局在办理整个桥梁的改善。那工程我想那个桥梁改善完成之后，大概也增加河道通洪断面，大概也会增加到达4倍了水利局表示，目前治水工程进度超前，已经发包的4批工程，预计伫114年会当完工。市长黄伟哲肯定施工单位，并勉励爱持续努力，爱如期如期的完工。刚好几个工程都有
工程进度都有超前，这是很少见到。以前都看到工程进度落后，现在都超前，有超前1%的，超前0点几%的，但是都希望能够如期如实完工了。那也谢谢我们施工单位。嘛，感谢李长呢，李长，甲咱监工，甲咱监工，互工程当顺利，早日完成，早日发挥功能。就早日保护咱的百姓。市立局进一步表示，发包的6批工程当中，其中3批将伫咧113年前期进行陆续完工，后续搁加上工务局桥梁改建工程，将有效增进内底寮排水集水区的防洪强度。此外，也保持抽水机伫上游地区，避免淹水的情形发生。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五圣中青会9号举办第15届理事长交接典礼，由市长黄伟哲担任监交人，见证新任的理事长吴志祥正式接下党籍带领，现场嘛有侪各界贵宾前往祝贺。台南市高雄中青会第15届理事长交接仪式，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监告之下，由原任理事长吴世坤将印信交予新任理事长吴志祥。市长黄伟哲期盼未来中青会会当共同促进台南市情的繁荣甲进步。理事中青会不但伫咱台南市会使各界发挥非常大的社会辅助的力量。不管是对咱的宗教，还是对咱的标志，甚至是对咱社会公益，拢总是非常尽心尽力，这是大家有目共睹。新任理事长吴志祥，同时也是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伊感谢高雄中青会会友的支持甲推荐，来接任这届理事长，并表示高雄中青会是5氏家族的重要资产，希望未来大家当继续团结，争取荣耀。吴志祥。理事长是咱目前台南市体育界，咱体育会会长，伊的以下总共203项单项运动，我看伊这个责任非常重大，非常重大之余，搁愿意来担任咱台南市目前中青的理事长，实在是万分可贵。担任这个我是中青会，还是一个责任的开始。这个开始，因为咱之前，咱的理事长拢做了非常的好，将咱5氏中青规个拢团结一起。所以讲啊，小弟担任这个理事长感觉任务足重大，足重大。而且呢，嘛爱非常的肯定咱这个理事长，咱因的努力嘛小弟呢，一直。来遵照着咱5氏中青会咱的优良这传统，那么咱继续来努力来强化。典礼现场有一个贵宾送着匾额来祝贺，肯定吴志祥理事长是一位优秀的人才。伊除了表达感谢之外，也希望大家会当继续为中青会服务，奉献公益。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台南的果农行销酸野。菊济区农会举办酸野公益嘉年华，来展售各种的酸野，而且农会阁提供6项顶级的酸野，将拍卖所得全数捐出来做公益。议员陈坤和、周义奇仁爱大理，嘛号召产业界购买将近3万斤的酸野，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台南的果农。由台南市药剂区农会主办的酸野公益嘉年华热烈登场，前立法委员李章教、市议员周义奇、仁爱大理、陈坤和来到现场一一就台，将6箱顶级酸野拍卖出去，所得总金额总共99000块，全数捐赠给德兰启智中心。非常感谢议员在当中的穿针引线，咱大家嘛知影，啊，讲到酸野，大家就知影讲药剂酸野是毋是上赞的？对。阮药剂药剂区农会目前阮的业务，阮的酸野绝对无去拍卖市场。阮的酸野伫阮的本场处理了，内销、外销兼加工。全台酸野产量台南上济，全台南又搁以药剂上济。根据统计，今年台南市酸野产量大约89000吨，虽然丰收，也毋过出现产销困难的情形。前立委李章教就提出，要恢复销往中国的市场。中国大陆，你讲伊阿爸也好，伊无理也好，但是伊的市场遐尼大，
就咱台湾农民里面的立场，咱伊只要甲咱买爱文，要甲咱买酸啊，要甲咱买往来，要甲咱买莲雾，要甲咱买鱼啊。咱拢欢迎。这投入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选举的议员陈坤和，是串联着250间企业，啊，个团体甲个人，向南西、大内、玉井等选区各地产销单位甲农民采购西雅，总数高达3万外斤，并甲议员周一起用爱达利每下企业该人数签订采购议员书。在这个时期，就是芒果大出盛产的这几个礼拜，我们是媒合了企业界，那甚至有许多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一起来我们的山区品尝这个我们美食，我们芒果。今年安的雨水来得较慢，所以呢我们小果过多啊，但是按落尾去加酸叶嘛是袂歹哦，所以呢，昆乐安尼拜托安尼企业界吼来买南面的啦吼，南面就是讲伊个按遮买酸叶较贵，但是是南面的吼，啊小果呢啊嘛拜托呢，大家共同来甲来甲买。期盼透过活动的举办，也将农民将酸叶行销出去，解农民心中的苦。民代也呼吁企业界多多采购，以行动小听台南的歌农。台南新闻杨创快采访报道。人权律师唐德忠故居2当前由文化界募资2000多万，将厝买落来，不过老厝已经破烂，倾斜有危险。所以唐德忠纪念协会筹募经费，当时得到文化部甲市府文化局的补助，将要开1260万来修复，预计1冬后会当完工。看到这间长期漏水、地势壁倒杜烂，规间厝也因为地基袂稳歪一边。这是已经90外冬的唐德忠律师的旧厝。2当前透过群众集资买下抢救，并成立唐德忠纪念协会，成为公民募资抢救文化资产的全国首例。去年开始就透过这个昆山科大的这个空间系的这个老师郭一群老师带团队入来先协助。故居来做测绘，整个的测绘吼，啊，搁这个基础的调查，了呢，伫去年提出这个文化局的文化部的申请吼，这个私有老建筑的申请吼。征收总经费高达1260万，当中协会自筹600万，甲一寡民间募资，文化局争取到文化部的补助，总共890多万。这件修复案件受到文化界的关注，连市长黄伟綽也特别关心。非常感谢我们基金会以及社会上许多对于汤哲章律师这个心怀感激感谢，而且对于那段228历史想要让这段历史永远被记住的朋友们，汤哲章律师为台湾为台南所做的牺牲，希望我们后世子孙永远都能记得。那也希望这段历史可以原谅，但是不能被忘记。征收计划将移除战后增建的部分，并增加活动甲地点的空间，预计明年7月完工。未来者将成为人权历史博物馆，设置展览甲相关文物的展示，让大家更加了解228这段历史。台南新闻综合报道。盐田镇南宫因为年久失修，庙体漏水。伫去年发起重修工程的乐观活动，顺利募到修缮的经费。经过1冬外时间，总算完工。庙方特别举办感恩餐会，宴请向亲家善事来食平安。为感谢各界捐款，协助修理庙的厝尾顶，互地王爷毋免阁压着雨。盐田北寮镇安宫9日举办感恩餐会，邀请乡亲、善事以及交背景，做伙见证这项欢喜的代志。镇安宫主委王正吉除了感谢各界热心捐款，更感谢中修主委蔡立青的大力帮忙。阮盐田镇安宫啦吼，这个庙顶啦吼，来这个装修来完成啦。啊，今仔日阮也是足欢喜哦，啊，大家吼足辛苦，啊，大家足热心的，要靠我同会当完成这个庙顶，这个厝顶啦。啊，完成了，今仔日就办一个讲晚宴啦，是啦。我咱地府先者观音不做，知影讲啊，庙顶已经大力完成啊，啊，拄有这个蔡立生吼，拄啊担任主委委员，啊，这届也真欢喜，伊也拄啊当选着这个市议员，吼，安尼大家拢起来，
蔡立青也欢喜啦，李武先生也欢喜啦。蔡立青当时伫接任中首任务时，迄当阵也未当选议员。伫中首的过程中，大家团结做伙，一心为市民做代志。如今伊也顺利当选，也会感觉到伫王爷心威显赫。中首会当顺利完成，是咱地府千岁心威显赫。那我们也算神选诗人啊吼，地府千岁叫咱来甲帮忙，啊地府千岁嘛甲咱帮忙。立青去年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迄当阵搁咧参加民进党党内初选，啊伫咱地府千岁保庇之下，也第1名通过初选，而且顺利来当选安南区的市议员。啊，咱也团结做伙呢，来甲咱地府千岁庙宇的中首甲完成。那本来因找我的时阵，因是讲咱庄头细庄，无人要来协助。但是立青徛出来了后，我发现咱的庄头是足团结的，只是爱一个人先徛伫头前。咱徛出来了后，咱的庄头大团结，大家踊跃捐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顺序也足短期间就甲咱的庙宇中首完成啊。市长委特也特别出席中首工程揭牌典礼，也颁证感谢状，予中首有功的人员。遮侪好朋友拄则咧甲变的时阵，我就看到大家出钱出力。来为了咱镇安宫来中首做出重大贡献，尤其是呢，大家呢非常用心，咱的盐田者会使讲是大家足好的所以若讲咱镇安宫要整修大家拢小钱出钱出力，迄是足无简单的。这场感恩餐会会当讲是难得一见中西合并的方式，除了有准备平安卤面，互大家食平安。也安排欧式自助餐和乡亲品尝，庙方嘛安排卡拉 OK 联欢以及剑舞表演等等，非常热烈趣味。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长期关注番薯期寒地空间的蔡佩璇老师，今年申请市府文化局写作计划，以番薯期的基环建筑复兴作为主题，邀请50位逢甲大学室内设计系学生。结合在地元素、老古老的空间，创造出商业永续发展的作品。位在台南旧城区民权路2段64巷的小巷弄内，有着许多因为卡到都市计划无法重建更新，因此所保留的狭小神秘空间。设计师蔡佩璇不但以自身的建筑艺术专业背景，将多元艺术人事物引进到番薯期中继空间，成功吸引民众到访。继去年与知名插画家克里斯多合作，创造出热潮。今年蔡佩璇再度带领一群市设计学生，注入未来旧聚落发展的新创活力。这一区目前有做了一个这样的中继空间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它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凝聚我们社区居民的共识。那这个共识它不是说一定要计划道路的开放，或者是不要计划道路，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所有的意见，包含艺术的活动或者生活的活动，凝聚在这边后，有一个可以凝聚讨论的机会，然后让市政府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这一次透过逢甲大学的学生，室内设计系3年级的学生来跟我们合作，那他们开始调查的环境，调查的生活，然后调查的文化，把这些事情有了一个自己初步的想象或放入。那我们也希望给市民、给我们的在地居民、给市政府看到，作为一个参考。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透过展览，除了让学生发挥创意，也能够让番薯期中继空间在开辟与保存的讨论当中，找到另外一种新的可能。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汇点。那这边的老屋跟历史的印记啊，还有新的都市规划要如何共存，也是我们大家所有人，不只是当地居民，可能也是有一些外地人啊，或是政府一起共同去决策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在开辟与保存之间，又找到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变成是，居民大家也都很愿意来接受的。那也变成是这个城市在所谓的都市发展上，另外一个新的做法。所以我很谢谢我们逢甲大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们，还有佩璇，大家花很多时间，带着50几个学生，这样子大家一起去创发。希望说找出一个新的一个做法。逢甲大学9组参展学生作品，都是以台南历史文化底蕴为出发点。各自发挥空间设计的巧思手法，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创意特色，
番薯期的奇幻建筑复兴中继设计展，展期从现在开始，一直展到9月10号为止。策展人蔡佩璇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展。记者张寿维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